世界嘅經濟越嚟越困難，大家嘅生活就越嚟越艱苦。我 Stephen Ken 簡先生決定開創我第二個人生，幫大家解決生活上嘅困難。而家百物騰貴，外食嘅價錢又高，如果你唔懂得煮食，只能靠外食，你個生活嘅開支就成問題啦。先至3 Flash Free AI 高科技智能嘅煮餸機，係一部冇油煙、無明火、健康環保嘅煮食工具，只需要3分鐘就能為你煮出一道媲美大廚嘅美食，省錢啦，省時間啦，省煩惱。一道美食就為大家節省好多高昂嘅食物開支。你唔需要有經驗，懂廚藝，只要放材料按掣，一道熱騰騰嘅美食就喺你眼前，使你成為一個唔識煮都可以變大廚嘅普通人。如果你都想同我一樣改善未來嘅生活，記得啦，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按下小鈴鐺，等我同大家一齊創造美好嘅未來人生。謝謝大家，記得留意我嘅頻道啦。Stephen Ken 簡先生，你嘅人生教練。